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有机，好有机，做不来的。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这就是用甘蔗园来做一个布景的对，从舞台顶悬的布景吼。甘蔗园因为迄个时阵伫咧田庄吼，上大印象就是甘蔗园甲水田吼，所以若要写迄个时代的代志、田庄的代志吼，真自然的写着甘蔗园是安尼关系啦。吼，啊当然伫我的记忆内面，甘蔗园是足水的所在啊。人讲，阮二姨少年的时生做真水，一世人无嫁。阮母啊，即马70外，见讲到伊，就坐遐怨叹。家己戆啦。从细汉，因两个上界亲大的关系，都也要60冬啊。在我正甲想起来，向时一个查某囡仔才12岁尔尔。安尼无的确毋是戆，也毋是真搞怪。咸菜颠倒会使讲是掩硬佮定钱，比一个查甫人较敢担当。咸菜颠倒会使讲是掩硬佮定钱，掩硬也是掩硬，拢有人讲啊。这个掩硬本来是指迄个粗勇的长长的面啊，德哥。爱咸硬，较早披萨拢德哥吼，硬佮勇，即款的叫做严硬。后来引申做，即个人真坚强、真勇敢、真有活力吼。像一个少年人的共款。定钱，咱知影迄个摊仔，咱若看咧迄个西装迄个摊仔知影，因咧爱。质甲足定钱，足结实的。咱较早无讲结实，讲定钱。这个肉，劳力劳动的人就知影，迄个肉是定钱的。若无劳动的人，迄个肉是暗暗。伫遮咱看到阿姨的个性，但有写出讲有严硬，佮有定钱这种个性。严硬是一个我足介意的词，就是形容一个人意志坚定，无要互这个环境拍败迄种坚定的意志吼。严硬，所以讲阿姨真严呢，比一个查甫人较担当吼，就是伊有迄种气魄，伊无爱去互人做囝。
细汉的时，上爱去二姨仔遐。阮母啊，若有去，我就对咯。第一是有火车通坐，轻空，一直空去到祖良庙，袂输咧阮足。第二是阮二姨仔熬煮食，见啊阮去，就煮一大堆，定着煎蚵底、芳讲蚵仔那奶子遐大面。阿姨知影，你上爱食蚵底，硬一底贴倒我的碗里，伊的蚵底翅啊嘛袂变质。少年的时，我水咧。阮母啊，常常甲人品，介生是替伊辩护，惊人讲伊破相歹骹。莫怪啦，你若看到伊，别项袂去注意。第一，就是迄支骹，迄支歹加的骹，哪像一支管仔压直后翘，徛倒头插，一个骹盘哪压地啊翻倒柄搬出去，路行起来，一骹长一骹短，现过来现过去，袂输渔船惊海拄着风台，强要变过。迄支歹加的骹，哪像一支拐仔压直后翘，徛倒头插，歹加加哦。若要讲歹吼，后壁迄个状态，迄语态词吼，足侪啦。歹高高，歹高高，歹死死，歹鬼鬼。你若要讲诶，可能20-30个讲袂了吼。啊，即个语态词当然歹死死好写，啊歹鬼鬼嘛好写，歹高高嘛好写，歹高高嘛好写。啊，若要讲歹加加，当然勉强去写学加加啦吼。咱知迄若生加迄款物啊，看起来拢无好看。是啦，第一回看到伊，这就是阮二姨啊，甲伊的歹骹，自然你就会替伊号一个名。虽然拢无歹意，心内会叫伊破相的，剩的无一定有啥印象，袂去计较，嘛袂去想着，伊本底嘛有一个名叫做豆。向时为阮遐去祖良庙。坐糖厂的小火车上介爽，车咧走的时，车门无关也无关窗，下路目睭放一帮，看会到的，就是一区线一区的甘蔗园。徛伫车门青风扇面，都会闻到甘蔗的香味甲汤味。这就是出名的闸门区甘蔗大产地。一年透天，日头猛，土毋惊晒，甘蔗熬食日。不管红蔗白蔗，生做盖甜搁盖甜。为热人开始，糖厂的小火车无停，一车一车车甲甜甜。介绍咱遮的甘蔗是无限的，记在你车拢车袂了。广告小火车这篇咧，本身就是带读者亲像在坐5分仔车，在听单类广告的过程。所以为咱一开始读的第二个阿姨出现的时阵，咱就一直在坐伫火车顶，安尼嗨咧，坐伫5分仔车顶听单类的广告。古早呢，糖厂的5分仔车，除了载甘蔗以外，也阁有客车。就是客车的车厢来经营客车的客运，客车的客运呢是各所在通学、通勤、员工的客运，真正重要。而且呢，这个客运呢，糖厂为着服务员工甲蔗农的子弟，通学、通勤，拢会用甲糖厂签免费的学机票，学机票就是一学期一张票，就用坐一学期的车拢免钱啊！你看迄种甘蔗的上佳的好模样，煞甲甘蔗同款，嘛是熬食日毋惊晒。不离个，前日仔时代，人就咧讲种甘蔗互火车帮第一戆，实在真苦屈，规年拗屈，无闲袂煞。人讲一担汤水，10担寒水，实在有影。阮二姨一支骹破相歹加加，行路那腰针要变过，伊就是咧种甘蔗的。
细汉的时，我问阮母啊，种甘蔗敢是真艰苦？伊无应，目睭掠我看，介声咧讲：你是动物的熊，家己煞袂通看。儿啊，摆骹，是安怎要种甘蔗？伊甲我吓，啊无种甘蔗，要种啥？有影啦！伫遮人人拢就是种甘蔗，无种甘蔗要食啥？另外一个问题，前啊问几落摆啊，伊拢毋讲。儿啊，太会摆骹啊！伊无欢喜，骂我。囡仔人毋免问遐济。一个面我对窗仔外去，一区一区甘蔗对火车咧走，一时青绿，一时金黄，一阵野芳，一阵汤芳，愈走愈近。心神猜遐济，毋知咧想啥，心肝头做梦对火车直直走，愈走愈远，规路无阁讲话。不过前日人时代，人就咧讲，种甘蔗予火车帮第一工，实在真苦困。几年偶遇无用未煞。日人啊时代，阮囡仔迄阵拢讲日人啊，日人啊时代苦困，这困是枉困的困，苦苦要枉困人。简单讲，甲做伙讲做苦困。几年偶遇，就是华语讲的暴屈还是讲冤枉，嘛是会使讲硬拗。这样代志就毋是我做的，硬要讲拗我做的，这叫做拗。这屈，你屈死人，你硬要甲我屈死，迄个屈死就是我冤枉啦、家务啦，即款的屈文。心神猜遐济，毋知在想啥。台湾人这个神足好用诶。咱看到神拢会想到神明，其实神毋是干那神明尔，心神、精神一个人心神猜大遐，迄个心神就是戆戆啦，还是恍惚啦，即款的意思拢会再讲心神。拄啊精神诶时，人也心神。第一讲种甘蔗予火车帮。甘蔗是咱台湾古早真重要的经济作物。为17到19世纪，这个糖拢是咱台湾上主要出口的物产。甲樟脑、茶叶拢号做台湾三宝。伫清朝进前呢，种甘蔗的人拢做伙来起糖煲。挂甘蔗了后，用牛车运去糖煲，再用石磨压接，再个控糖。伫个中南部有真侪地号名内底，拢有即个保利嘛算是咱台湾糖业发展的历史的见证。毋过，即种传统的糖煲，因为因的技术甲生产出来的糖品质无介好。等日本政府来台湾了后，想要发展即个产业，甲即个糖销去日本的本土，因着鼓励民间来起糖厂，用机械取代传统的即个糖煲。日本的大财团，一间对一间来台湾开公司，因受到政府的保护，规定农民敢若会使甲甘蔗卖互家己农地附近的糖厂。而且，因采购的价格爱由糖厂来决定，所以大多数的即个利益拢是日本的资本家摕去。农民的生活真正是足艰苦的，所以人才会讲第一讲是种甘蔗予火车帮。后来选举当咧列的时阵，佫有一句是咧讲。第一讲替人选举做运动，第二讲种甘蔗予火车帮。伊是咧讲选举的时阵替人邮票的比种甘蔗佫较戆，所以到底是啥人较戆的，就随人讲。阮二姨虽然摆骹遐厉害，做事佫无输查甫人，凡厝恁、园恁的工课，拢伊咧发落。迄支骹大概摆久有带风湿。有时会惊起来疼，
毋捌咒惨一声，不是有讲有笑。敢若有一摆，我甲伊讲：阿姨，我互你做囝，你逐日煎蚵底互我食。雄雄，伊一个头仔面变做布仔面，甲我手骨脏咧，扭去灶骹，双手甲我肩胛头挽咧，话讲：辉啊，绝对毋通互人做囝，你知影无？惊我听无真，搁再讲一摆，绝对毋通互人做囝，知影无？互我惊甲毋知头毋知尾，戆戆啊点头。转来时，火车顶问阮母啊讲：你啊，敢是无听我？恁姨姨上听你，袂输伊的囝。伊叫我毋通互人做囝，是安怎？母话的面又搁挖对窗仔外去，神神采采，记载规大片的甘蔗园对火车走，愈走愈紧，心肝底做梦，互火车愈载愈远去，规路无搁讲话。无定着是烂人金色的甘蔗，反射着赤炎的大母日头，刺激我活跳，也是中昼闸门溪海地咸风，青着甘蔗的甜味，互我酒醉。一日，伫去祖良庙的火车顶，秘书叫我关伫人仔内，噗噗跳要飞出去。母啊，甲我话讲：辉啊，点点遮济，毋通安尼撞来撞去。手还好，毋通徛遐出去。尾啊，我毋听，起受气。安尼危险啦！确定你都跋跋出去，像恁姨姨啊安尼。就是伫即个大好天，伫去祖良庙的火车顶，无长迟得到即个答案。原来就是为即只优质挑人、轻空的糖厂的小火车，伊搬出去，甲我差不多病岁迄年，摔一个歹骹一世人。伊啊，乌白种搬出去。母啊，甲我揽条条，直直摇头。伊毋是乌白种，伊跳车出去。跳车出去。伊直直点头，落目睭。好胆，毋惊半死。好胆啦，12岁囡仔死人胆。伊是安怎要跳火车？伊目睭落甲红光光，面又搁挖对窗仔外去。过真久才开喙，迄句话才讲出喙，就互窗仔外的风扇破去，喙糊糊，向畅快的电影世界哪野哪放送。伊毋互人做囝，伊毋互人做囝。火车簌簌走，甘蔗园的花声直直喐。伊毋互人做囝。即个讲到一个咱台湾古早一个风俗就对啦，吼，就是讲做爸母的人有当时伫某种情形之下，吼，甲查某囝卖出去，也是互人做干，吼，也是互人做养女，即款的风俗。啊，即个广告小火车，就是讲到即款的代志啦，吼。啊，即个查某囡仔叫做兰啊啦，即个故事讲倒转去就对啦，吼。啊，兰啊大汉的时阵，吩咐伊的囡仔讲，你绝对毋通互别人做囝，吼，才牵倒转来讲伊家己的经验。啊，伊就是为着无要互人做囝，为火车顶来跳落去。伊知影讲伤着家己啊啥，啊家在无死拜骹，但是伊是为着讲毋互人做囝啊，变做一个反抗就对了。因为咱古早查某囡仔就是有一个较特别的运命，就是讲会互老爸老母吼卖出去就对，算做卖出去吼，做养女啦，做干啦吼，啊是种种就对了。啊，查甫囡仔袂安尼啦，是敢若查某囡仔会安尼。伫即个中间吼，顺续咧写着咱古早一个田庄定定看到即个景致风景就对啦，足水的景致吼，就是甘蔗园。啊，甲稻仔园，咱古早透地是即两项，吼，水田
甲甘蔗园，甲烧火车，你若讲到甘蔗园吼，会联想到烧火车，因为迄阵糖厂啦、运甘蔗啦、啥货，拢靠即个烧火车，5分仔车，咱叫做5分仔车啦。妈妈讲出伊是安怎骹会安尼受伤的过程的时阵，有一个描写，我感觉写了足水，就是伊讲阿母咧落伊的目睭落甲红光光，在讲即段话时阵，阿母甲我拢是坐伫即个5分仔车顶面所以伊讲伊形容讲阿母伊的面跟越对窗仔外去。只要我问阿母讲阿姨的脚是安怎安尼的时阵，阿母伊面拢越对别位去，所以即讲伊个是安尼过真久，伊才开喙。伊讲迄句话讲出喙，互窗仔外风扇破去，喙高高，看看的电影世界哪放送，伊毋互人做囝，伊毋互人做囝。火车速速走，甘蔗园的火车直直喐，伊毋互人做囝，所以形容讲阿母讲的迄句话，互窗仔外风扇破去，喙高高。我感觉单位的描写是足水的，这个喙高高的迄句话，嘛袂输是兰阿姨的身世，喙高高的身世，伊的身躯受到损害的即种的文明。像是恁外公爱跋筊，名叫做火运，人叫伊跋筊运啊。迄回跋输筊，陪恁去伊也拄孝，互人过去做囝，就是养女。过阵日早起，叫你阿嬷带去互人，为祖良庙坐火车。共即逝火车？共即逝，共即马即逝火车速速走，轻狂显，共即马即阵风咻咻叫。母啊，我来去头前看车头。好啦，较细日咧，小轻狂显，毋通跋出去。就是共即马车直直撞，恁阿嬷嘛无注意着，侥幸。恁姨姨好大死咯，12岁查某囡仔死人大，都跳出去。大我！连恁舅公嘛骂。吼，迄搭毋知甲啥人招来的？摔无死？无啦，半死都无去啊，一只脚摔入去，可能。都也正是担输赢，假做假担当，家己一只脚哪拖哪切，一歪一歪，哪歪哪摆，抢转来到庙口，已经过昼啊！恁长辈也看着，侥幸哦，哪会摔跤呢？用牛车甲载转来，恁阿嬷惊一个险死。口甲要无开，大啊！你态度遮尔戆。伊毋互人做囝，嘛显示一个女性伊的意志、伊的决定、伊的命运，敢若掌握伫家己的手，就是即届伊伫火车顶，伊毋爱互人做囝，所以伊敢是互伊即个爱跋筊的老爸，就安尼甲伊杀去运命，要叫伊去互人做囝。毋是，伫内底咱看到兰阿姨，伊选择家己要掌握伊的命运，就算是死，还是受伤，伊嘛毋愿互人做养女的即种女性的意志。伫遮我看到即种传统的社会女性的意志的坚定，这嘛是女性唯一会当掌握家己命运的机会，就是伫为火车顶跳落来。咱细汉毋互人做囝，甘愿跋火车。毋通做囝，就是讲老爸老母要甲分互别人啊，别人做囝，为着要叫别人做囝，甘愿跋火车到底是安怎？因故就是因外公啊，这外公当然就是非爱因外公嘛，就是咱的老爸嘛，跋输筊，要甲咱互人做囝，咱毋愿家己跳落这个小火车，
夭寿这火车，互你搁较慢跳落，无彩本正水水的小姑娘，跋一个变安怎？歹加加的骹，哪像一支拐啊！啊枝后翘，徛倒头插，一个骹盘哪地，翻倒柄泼出去，路行起来，一骹长，一骹短，掀过来，掀过去，袂输渔船行海，拄着风台，强要变过，有够严重的。请转来到庙口，抢就是可能像我的学生职员的迄阵，足侪囡仔拢小儿麻痹、破了，拢小儿麻痹。啊，因看因咧行路，就用抢的。恁公啊，外面跋叫转来，去一个饭碗摔互破，三锤啊就要抹。恁阿嬷真嫁过来，毋捌拄伊一喙，一个那巴拉子细细汉，早伫河顶当众人现甲抢。你要拍伊，想拍我好死！恁公啊，牛条来恶牛某，也毋敢出手，加长早起，家己带刀啊去互人，一看才知影打食力啦。伊只骹真歪歪，拿一条布啊，连徛都袂徛，叫军校师傅来医，太有影啦！药草高高大大咧，迄只骹都歹去啊，无法度啊！假做假担当，12岁查某囡仔，头到尾一声都无爱。迄个野叫的，知影恁义伊啊摆骹，太要甜。都毋是伫咧食饱换腰果，请一身破相回来咧防晒。向是人饲养女，就是要互伊来厝内斗做事。做人毋通伤计较，有一熬无两熬。恁看，恁义伊倒一个查甫人做事会赢伊，真够胆，做事就毋捌听伊咒惨一声。阮二姨豆啊，一世人无嫁，留伫厝内顾阮外公外妈，毋捌离开祖良庙。过身的时49岁，迄阵我已经搬去高雄。母阿公迄支骹无鞋通穿，无细字扯破皮发炎，炭入骨仁，运动发红，公龙几落个月医袂好，医生要甲锯骹，伊讲：要记，我身躯互你记做过。尾啊，炭规身躯，白血病死去。我即马完全了解，迄日伊双手挽我的肩胛头，甲我教死。辉啊，绝对毋通互人做囝，你知影无？我知影啦，实施伊一世人的青春会互夺绝，用即款代价甲伊搏，阮二姨嘛是欢喜甘愿。咱知影台湾早期有养女的即种的风俗，通常是家境真无好，伊的爸母可能是无钱散车，也是跋筊输筊，所以将即个细汉的女性送互别人做囝，所以伊就爱伫送去迄个家庭替因做事、做工。陪因有诶时阵，伊大汉就爱嫁互迄家人诶后生，所以通常养女因诶身世拢是真悲情，因为这毋是因会当选择诶，因是被逼互人送去另外一个家庭有可能互人苦毒，甚至互人送入去伊无愿意诶迄个婚姻，甲另外一个男性做伙，所以即个人伊细汉诶时阵，伊可能就知影。伊未来会有安尼个艰苦的过程，所以虽然伫内底拢无讲着伊的心情是安怎，但是敢若讲着伫即个火车顶，伊甲伊的阿母要去另外一家人因遐的时阵呢，伊竟然就为火车顶跳落来。咱会当看到一个12岁囡仔，伊做出安尼的决定，亲像死嘛无爱去互人做囝的决定，嘛因为安尼，伊的骹从一支骹就受伤伫即个医疗无发达的时代，伊的骹嘛受到感染，所以从行动不便所以伊就
无法度嘛无嫁，就伫厝，甲因时大斗做事。后来到伊40几岁的时阵吼，应该是49岁的时阵，伊就过身。这篇小说其实是在讲作者的第二个阿姨，伊的名叫做兰娜。但这个兰娜伫这篇小说内底，敢若出现一届，就亲像这个苦命的阿姨，伊的人生足紧的无去，吼，伊的名兰娜敢若出现一届，其他的时阵拢是婉儿姨。好运歹运啊，好命歹命，敢拢是天注定。你看，亲像这篇小说内底这个兰娜安尼吼。因为伊细汉一时的决定来步火车，就注定伊的人生无可能偌尔快活。毋过做人担输赢，嘛是一款不止啊开阔的人生哲学。太袂甜，太安尼，太应该是太迄合音嘛，迄讲嚟个伤远啊吼。讲太要甜，华语就讲怎么会要，怎么肯要？要甜，这摆嘛，这样讲啊。大声就是通知唔着人，检唔着自己。毋过明明无错，是我的名。古怪啊！讲阮爸伫祖良庙倒位有一块地，即马着咯，政府征收赔偿金340万。叫我去领，拍电话去地政科问，科员查出来，指名指姓，连阮伫总爷的地址嘛对。无毋对啦，紧摕伊拿来转。想拢无，从细汉毋捌听讲阮爸倒位有一块地，伊一世人伫总爷糖厂做技工，食饭缴闲钱签，要太有钱通买地。恁讲5往来留落来的。迄个高山搬大戏，愈来愈离谱。阮公少年早死，毋知生做圆也扁，佫也好积德，留即个土地来烧底。当去总爷问阮母伊应讲：有啦，无毋对啦。阿弥陀佛，母今年72，头毛白白，目睭花花，家在腰骨定定，有时头壳还青青。恁讲5往来，人叫伊会晓往。日本时代咧卖目镜，趁大钱？无啦，过3顿尔，爱啉酒，交朋友。我有一个预感，关系即块地因果缘故，若毋是神明咧作孽，就是搞怪咧创治。赶紧泡一泡烧茶，大漚芳互阮母这当顶好茶，我专工炸来，你摕遮聊聊啉，看讲。拖一个椅头来面床头坐，亲像细汉向时，甲阮姊乖乖等伊讲好姑婆。恁讲较早祖良庙遐个人，恁阿嬷做囡仔的时，毋互人拔骹。我看伊目睭三尾，强要拄久去。紧问伊讲：母祖良庙即块地是安怎来的？恁讲会晓往跋筊赢来的。只是伊目睭正大讲，掠我青真看。迄个输缴的，就是恁外公，迄个跋筊运跋筊运就是伊。阮爸过花运。就是伊，咱祖良庙的人拢捌伊。40当前，伫离开祖良庙的小火车顶，闸门区黄金的甘蔗园，轻空直走。少年青春的水面，目屎切无交搭，甲伊的囡仔讲：迄回跋输缴陪恁去伊拄小。又过我会记日，迄个歹脚的查某人。挽我的金甲头，甲我教示，绝对毋通互人做囝，你知影无？结局就是削职下骨，会晓往赢脚毋爱顶，清彩另外雇一块地拄小。伫祖良庙，我望无遐，买地无几分，
未种作也未应节，作遐一头要60担，放咧煞袂记节。掠我青真看，青真本来意思是安尼，真乱真无用，安尼向公共撞来，即款人叫做青真。掠我青真看，看到一个毋捌看到的物啊，卖青真看，即款叫做青真啦吼，毋捌看过会青真看。这篇文章内底有写到讲，坐糖厂的5分仔车上介欢喜。为热人开始，这个5分仔车一车一车踏不较甜甜。这款运甘蔗的铁路，因为伊的跨度甲官方铁路的来比是较细条，而且是较慢的，所以大家就叫伊5分仔车。台南县老县长陈东山常常咧讲起伊细汉的时阵，对伫个即个5分仔车后壁偷摕甘蔗的即个记忆，使人足怀念的。毋过后来为着发展经济，伊陈东山就画出即个蔗田变细田，争取着南部科学园区的设立。即摆已经较少在看到即几片的甘蔗园，好佳在一寡糖厂即摆嘛转型做观光，互咱阁有机会带囡仔坐5分仔车佚佗。糖厂的5分仔车，拢是咧运送甘蔗、糖包、花椒啊、梨仔土、肥料等等用的。因为即个糖厂呢，台湾头甲台湾尾，伊的迄个铁路网、交通网会连接，所以我住伫斗南后尾遮，后尾糖厂的5分仔车会使载糖包直接载去到高雄港口。后尾甲斗南中间，也阁有一个3条线的即个叫做火车的铁路，就是讲有5分仔车的即个2条铁机啊，阁有加一条，就是要甲中管线的迄个7分仔车共用的。若即啊，后尾糖厂也阁有咧交甘蔗的即个甘蔗车，即5分仔车伊一届交甘蔗会用去交50-60台车，我定定看到，拢差不多50-60台安尼。阮辉啊搬去台北了后，罕得转来，也无通拍电话来小借问。从细汉有较熟啦，见讲就是足无闲，逐日走股票行，袂输去咧上班，连中昼嘛伫遐食便当。讲股票即马外来行。迄电视古情天下拢有咧看，做笔记。外口也无咧落红雨，摕一沓纸互我看。家母诶，有影有咧研究，比读博士诶较认真。逐张纸画乌纸、红纸相拍角，直线、翘线走手玉，科技分析、几何精算，咱外行诶要太会看有。阿爸，即支马阮赢诶，咱做底线诶。有趁就卖，钱随转来，拢袂去互家去。敢是专工来看钱的？阿爸食头路人退休，3顿靠退休金，要太有用钱博股票。毋是阿公倒位一块地道路要分钱。这钱的消息，毋知坐什么飞快车，走了实在上紧溜，拍通间直头到台北。我甲因二姨婆的代志讲互听，为伊12岁时毋互人做囝，跳糖厂的小火车，到49岁毋互人记脚过身，为因老爸半输脚，用伊陪人拄笑，到阮公啊赢脚，买开毋甜，凊菜菜过迄块地，头到尾详详细细。恁阿嬷讲，这钱浸规桶目屎水，淡落落。缀一担心酸苦，重哭哭。我暗算迄钱是辉仔领去的，毋知当时偷摕我的囡仔去转，一站接接转来，落我去领钱，吵到我要起笑。有时领去博股票，讲迄支尾轮破线就转机，过32就冲到玉袂赴，但嘛毋知有趁也是了。这我拢总无计较。毋过，即个60当前的故事。做囡仔时，第一回伫祖良庙糖厂的小火车听到，枪在挂意伫心内。阮母啊、老啊，
随忙无讲就无问，不离过。二姨啊，搬即出心酸苦戏，定着不是互伊牵肠挂肚。念伊讲，家己讲啦。若是因少年即代经验无共，毋捌坐过糖厂载甘蔗的小火车，也毋捌伫迄个赤炎的大好日，天青蓝菊，闻着海地咸风，掺着甘蔗的汤味，互人会醉。敢会是安尼？自然甲土地甲素人，甲人情也欠缘分。像阮辉啊，规日涨股市，有时钱甲股票较亲。伫最后有写到到现代社会也就是我的囡仔，就是这个辉啊，所以为阿嬷的时代写到我，写到辉啊，这个辉啊，大汉的时阵真爱博股票，就是台湾有一阵嘛是足流行股票，所以辉啊就来转来甲阿爸来讲希望阿爸会当甲土地卖掉，来互伊去买股票，所以虽然阿爸甲伊讲。咱即块地是兰阿姨就是迄个时阵，伊无爱互人做囝受伤的记号即个土地是安尼伤心的记号但是辉啊嘛是足想要算股票所以伫最后作者就讲着现代人咧甲土地慢慢疏离甲人情嘛愈来愈无缘分的就亲像阮的辉啊安尼，规日涨股市有诶是钱。甲股票，等到甲人甲土地较无遐亲，所以这篇小说伊其实要讨论的范围层面真宽，有这个50年代台湾人种甘蔗，其实是为20年时代就开始，嘛有现代社会，搁有咱嘛会当看到兰啊甲辉啊两个无共时代女性因的运命有遐尼大诶无共款。你若无伫田庄甲土地不时咧做伙你就无迄个印象嘛。你嘛毋知影食米为倒来你食糖为倒来，你拢毋知啊。所以你对土地的即个感情就会足少因为你常常咧移股票，你对股票的感情，甚至有迄个感情出来。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瑞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这部说入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声，陈瑞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好，我是梁志。厝内底若有搅空也是搅戆，是大不幸。英国农业社会也未机械化，人工欠缺，生查甫的会使斗做事。阁会使带某生囝来斗趁，查某囡仔院饲大汉，就嫁去别人兜先算就算袂好。所摆查某人介无地位，嘛有人讲查某人菜籽命。毋过，毋是逐粒菜籽拢认命。讲跋输囝，三查某囝拄少，偏偏阮二爷死都毋愿去互别人做囝。连火车驶遐尔紧，伊嘛甲跳落去，摔甲摆骹动地，佮拖命扛转去厝呢，真正是戆囡仔。毋过，迄嘛是无大话的，伊干那想讲毋互别人做囝尔，袂去想老爸做毋对。有命安排，二爷无互人做囝嘛无嫁，伴时大亏死人，终其尾为着迄基督人的骹毋愿顾。带着白血病来过身，陈瑞先甲时间拖倒替两地人，用迄块册较小的毋正地仔做牵挽，来处理故事内底人物小牵理拖的关系。
两个跋筊先呢，上尾做亲家。阮老爸嘛无因为阿公赢囝变较好惹，即块地歹种做，将其尾远甲连囝孙都毋知有即件代志。地互政府征收去啊，补偿金340万。对主角因老母来讲，这个钱互规桶目屎水浸甲淡落落，互规担心酸苦缀甲重哭哭。为着2圆仔跋筊钱来糟蹋即个查某囡仔知，落尾这个钱互囝孙仔博股票输了了，像古早人讲的“侥幸钱失得了”，将其尾无中汤嘛无中粒，互人感觉真悲哀。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